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居。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为了要带动正滨渔港廊带的观光，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携手在地青创咖啡以及国际知名的雷亚游戏，把旧正滨派出所打造成全新的观光节点，让游客可以享受无敌海景的人文艺术空间。由旧正滨派出所全新打造而成的正滨咖啡店，成为正滨渔港新的打卡景点。5层楼的空间加上顶楼的无敌海景，开幕现场吸引许多府会贵宾和咖啡同好齐聚祝贺。进驻经营团队是基隆在地知名的阿信咖啡，全新的经营模式结合咖啡、艺文和手作体验，打造深度的文化观光体验。因为我经常在产地、在社团有经营很多咖啡的活动，所以呢，我希望借这个场域，就是我们1楼做一个烘豆的工作坊，然后让民众可以来体验烘豆。我们这边也办了很多的教学活动，包括插花、亲子，比如说和谐粉彩，然后很多创业的课程，然后咖啡里面有拉花、有手冲，然后有烘焙等等。对，那希望借由这些课程，然后跟外县市的一些好朋友来一些共襄盛举来交流这样子。对，然后我们2楼的部分就是我们也有阿昆斯的画作。对，然后我们的咖啡吧台，那我们都是使用开放式的吧台，也有机会我们也会让民众来使用这样子。对，好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个天空非常蓝，然后看到我们的整个和平岛的港边，真的非常的浪漫。所以因为正滨咖啡跟 Demo2 这个展，它其实结合了艺术、人文，还有咖啡的专业，还有一些课程的一些办理。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元性的一间店，所以一方在这边也邀请各位市民朋友，还有那个外县市的好朋友，有空可以再多来正滨渔港走一走，一样也要拜访我们正滨咖啡店。那3楼的部分，我们除了图书之外，我们有跟游戏公司 Demo2 的连结，对，有灯箱然后有他们的无框画作，对。那4楼的部分，我们就是我们的教学空间，对。那5楼的部分，我们跟在地艺术家，或是我们大学或是高中的美术班合作，让他们的画作可以曝光，可以交流这样子，对。5楼的艺文展览空间，目前特别邀请在地艺术家刘富宏老师展出系列的海洋人文油画创作。开幕现场，文化局长江婷梅也邀请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一同欣赏。承蒙这次有机会来这边展览，这一幅中原记，中原记我把基隆的所有的元素都把它调进来。从中原饼的观音，一直到中原记的山上的那个叫什么竹湖岛，这一张那个太阳下山，月亮刚出来，一个人还在钓鱼。那么所谓的钓鱼的岸边或者其他的场景，然后变成很现代的手法去另外的改造。那最主要是我们后面有一大块的广场，这一块我们将来也会办市集。那我们目前规划10月份也有一场基隆在地的咖啡市集。那我们会办一个烘豆赛，办一个手冲赛。那中间我们也会办一个假日市集，对，希望可以活络这个场域。然后我们附近的店家、咖啡店，美丽的景色，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欣赏这样子。咖啡店导入新的复合经营模式，也将串联在地丰富的观光资源、和平岛公园、正滨渔港彩色屋、全台最美的热狗堡候车亭等景点，共同来活络正滨廊带的观光产业发展。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数字王国与环亚集团合作，在桃园机场的贵宾室提供 AI 虚拟人客服服务，重塑旅客的体验。记者会中，这个 AI 虚拟人重现邓丽君的身影，并在现场献唱一段《甜蜜蜜》，引起众人的惊叹。甜蜜蜜，你想的甜蜜蜜，好
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还在春风里。AI 虚拟人技术重现邓丽君的身影，并在现场为大家献唱一段经典的《甜蜜蜜》，引起众人惊叹。数字王国跟环亚集团合作，在桃园机场全球首发，将在机场贵宾室提供 AI 虚拟人服务，及时为旅客解决问题，要重塑旅客体验。环亚集团创办人宋海熙表示，将会持续精进，结合新科技技术，为旅客带来更舒适愉快的服务体验。每年我们服务最少超过2000万的客户，当然我们每天天呢，我们的所有团队都天天去寻找有新的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来贡献最新，希望我们给他们的欢喜、开心和舒适在机场，所以我找了。谢先生跟我说，我们就把那个数字的人工前台放在我们的那个贵宾室里面。其实我是打算把这个呢铺外成整个世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一起见证 AI 虚拟人的亮相，表示桃园很荣幸能成为全球首发站点，也期许未来桃园能成为人工智慧应用的先驱，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应用在更多领域。那么今天这个技术能够结合在这个贵宾室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挑选在桃园首发，这个从桃园市或桃园机场来讲都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桃园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生产基地，也是全台湾各县市里面最大的资料中心的这个聚集地。我们需要再往下走一些更细致、更软性的服务。今天这个启动代表的是桃园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人工智慧实验服务的一个新基地。数字王国有着最先端的智慧虚拟特效技术，30多年来参与制作了数百部电影、剧集跟游戏影像，以及沉浸式体验。数字王国执行长表示，未来将会进一步跟艺人签约，让身为国门的机场有在地艺人的虚拟人为民众服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Plaza Premium Lounge 跟机场以后要 launch 这个虚拟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机场它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国门。如果我们在机场可以想到当地最有名的一个 celebrity， 最有名的一个明星来当一个当地机场的代言的话，那在未来的这Plaza Premium Lounge 250个机场都可以有不同的明星来做代言。那当初想到这个概念，我们就觉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跟几个明星已经接洽了。所以希望下次我们再给大家亮相的时候，就是当地很有名的明星，为大家服务。桃园国际机场也看好 AI 虚拟人发展潜力，并且大力支持。桃机董事长杨维福表示 ，AI 虚拟人客服让机场更智慧化，再加上刚启用的新世代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以及去年底完成的自助行李托运服务，这些智慧服务都将逐渐提升机场体验，让旅客出入更便捷。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1年1度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在中原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的展期延长为16天哦，规划了动画、漫画与游戏3大展区，周末还有热音热舞的表演，加上22场的工作坊与市集，欢迎民众前来同欢。1年1度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6号在中原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展期延长为16天，以动漫梦想家让我们一起追光吧为主题，邀请台港日马共13位知名漫画创作者共同参展，展现不分国界的追梦精神。其中也包含当年扬名美日韩的本土漫画 Young Guns 作者林正德。而在开幕记者会上，不只有舞者 cos Young Guns 的角色热舞，桃园市长张善政也换上主角袁建平的制服，邀请大家在7月前来参访桃园国际动漫大展。这已经是我们桃园第13届的动漫大展。那去年我们动漫大展在国际上拿到很多设计大奖，像是伦敦设计大奖、墨尔本设计大奖、亚洲大奖等等，所以已经是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动漫重要活动。今年更重要的是，我们请了很多来自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的动漫好手来这边展现他们非常高超的技能。喜欢动漫的朋友、年轻朋友，从7月6号礼拜六开始，不要忘记
一定要到我们中原营区来，到我们7月21号这边热闹滚滚，大家一定会不失所望。谢谢。桃园市文化局长也介绍今年一系列精彩展览和活动，总共规划了动画、漫画和游戏3大展区。动画区不仅能看到《名侦探柯南》最新剧场版场景、台湾原创动画《妖怪森林》等等，以及有东方迪士尼之称的台湾动画公司宏广早年帮美日代工动画的珍贵原稿。游戏区还能体验 VR 游戏以及 XR 漫画观赏，加上周末陆续开展的热音热舞表演，以及 coser、VTuber 与声优见面会，以及22场工作坊、市集、宝可梦卡牌交流赛等等，十分精彩可期。我们动漫大展除了在4个展间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主题展览之外，那么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户外在舞台区的各种精彩活动，包括我们安排的这些热音的这个演唱的活动，还有这个动漫歌舞舞蹈的部分哦，有一天有热舞的这个活动。那当然还有是我们漫迷非常喜爱的这个声优见面会，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日本非常有名的这个怪盗基德的这个声优哦，是山口胜平父子呢，他们来到现场跟大家做分享。另外呢，还有 VTuber 啊 ，VTuber 的这个动漫派对啊，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个周末活动时间呢，都安排非常精彩。当然不免俗了，还有这些 coser 相关的活动啊，市集活动等等。我想呢，不可错过，非常精彩啊！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动漫大展。桃园国际动漫大展今年迈入第13年，不仅布展屡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肯定，也努力培养在地动漫人才，开办了2024桃漫大赏漫画征件比赛，并由桃园市长钟胜正颁发给得奖者。是否欢迎民众在7月21号之前来到展区，一同在动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和梦想？记者于婷台报道。由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与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合办的疯狂科学家趣味科学特展第4站来到台南慈济的安平联络处，展期即日起到11月中旬，欢迎民众大小朋友前往参观体验。为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创造性思考、具备逻辑思维及问题解决的能力，透过一系列可动手操作的展品中认识科学。由慈济与科工馆合办趣味科学特展，目前在台南慈济安平联络处展出。开展当天有云林文光国小6年级学生实地到访，因为文光国小是成大科教中心合作的偏乡学校，不仅安排学生动手操作玩科学，还特地安排科学教育课程，让学生玩得不亦乐乎。把眼睛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一开始你可以很清楚看你的同伴，但是在这里滑的时候，或许是因为镜子的关系，就会瞬间会慢慢的看不到你面前的这一个人，他就会慢慢的变到你的手，他就会忽然不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神奇。让我们知道我们1分钟会消耗多少的卡路里，然后会踩多少的那个，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运动可以消耗卡路里，然后有益健康。看得到东西都是倒立的，即使那个人站得很远，就是一样可以放大很清楚的看到他。可以让小朋友直接从课本上的知识看到实际的物品、实际的器具，然后实际跟生活上做结合，让这些实用的知识呢，更能够具体的把它展现出来，对学生的一些实作的能力是有相当大的帮助。趣味科学特展分为4大主题，有力学、光学、电学与生理医学，以及相关典范科学人物，带领大家进行体验与操作，感受科学家们不断的实验与测试的科学精神。记者林根台南报道。环境部规划在全台40处夜市传统市场推动不主动提供免费购物用塑胶袋活动。高雄市选在左营龙华市场试办半年，一起来看民众的心声。
推动减塑，环境部在全台40处夜市传统市长推动不主动提供免费购物用塑胶袋。现在民众大多都有携带环保袋的观念，但若是完全没有，有些民众还是认为有点麻烦。就是有带的时候就会觉得还好，可是没带的时候就会有点不是很方便。就没关系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自己带，我只因为今天刚好出门没有带到而已。我们就每天来啊，会扛这个来啊，都拿了就走了，装完就走了。其实也不用他提醒，就是自己已经对会有这个习惯，想说弄得还蛮方便的。高雄市选在龙华市场做示范点，摊商都已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胶袋，但还是会尊重顾客意愿，衡量购买情形，让顾客方便。他如果说今天他会主动带购物袋，他随时都会在车上准备购物袋，他就会养成习惯，慢慢的就会养成习惯了，还要一段时间啦。除了他说我可以拿钱跟你买吗？我说那你手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帮你放到里面去就好。现在就不主动，除了他买很多杯，他没有办法拿，我就拿一个给他，就是这样。我说那你这个可以下次还可以用。为了减少一次性塑胶袋的使用，环保局在市场周围设置4处环保购物袋取用站，但位置不明显，加上没有宣导，连民众的使用意愿也不高。可是可能不会特别来拿吧？对我都还是会放自己的袋子，还是要宣导啦。有的可能很忙，就进来买一买就走了，也不知道有这个讯息啦。从现在到11月底，环保局将举办抵用券快闪与登入抽奖活动，鼓励民众购物自备环保袋。每个月的第1周，那会择日办一个快闪活动就是会设摊来让民众去兑换一个宣导品。针对在这段期间里面，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有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到龙华市场消费，然后就可以去扫描我们的 QR code， 然后可以参加之后的抽奖活动。那我们抽奖活动的一个奖品是一个大概最高的价值大概有1500元的一个加菜金。那大概在每3个月会抽出一些幸运的民众。自备购物袋养成不取用的习惯，还需要一步步渐进，也代表着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养成。记者李嘉龙、佩珊高雄报道。台糖长荣酒店欢庆20周年，与台盐公司携手推出了长源新鲜 Chill 盐曲美食节，即日起到8月底，邀请国人一起来品尝府城的甜咸日常。台湾早期的盐糖产业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也勾勒出不同年代的生活片段。台糖长荣酒店这次与台盐公司合作，强联手推出长源新鲜 Chill 盐曲美食节，特别以台盐公司研发的健康盐曲，加上5星饭店的厨艺，献上一道道盐曲系列的创新菜色。台糖长荣酒店可以跟台盐合作来用盐曲入菜那这次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发现在盐曲入菜的部分呢，可以让食物更美味，而且软化这个食物可以有益身体健康，而且对肠道的帮助更好。像在江户时代，其实日本人呢，他们就开始使用盐曲，那就跟吃味噌一样，其实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台盐公司成立70几年以来呢，我们是以盐为起家。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呢，除了要提供国人加点来补充国人所普遍不足的碘营养以外，那养生的一个食材的供应呢，也是我们台盐公司的一个使命。因此台盐公司使用了日本的一个曲菌，再结合我们在地的稻米呢，来创造出来无添加的天然酿造的这种的盐曲，它是天然的风味，而且回甘，没有其他添加物的负担。那么能够结合台糖这边主厨他们的一个厨艺，好的食材接上搭配上好的一个食材的配料呢，我想能够创造出非常美味、符合台南在地美食的一个标准。以台南阿夏菜的料理精神，开发出精致的盐曲系列创新菜，如盐曲松板猪、刷水的香酥盐曲鸡、鲜美的香煎盐曲龙血、锅气四溢的盐曲海鲜炒饭、清新爽口的盐曲彩椒芦笋，以及传统台菜代表盐曲烧扣肉，每道菜都是让人一口接一口的好味道。长源中餐厅副主厨张佑琪也在现场教导民众如何在家用盐曲做出一道道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我们的盐曲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天然的，除了米、水、盐、糖，还有海水浓缩矿物质之外，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发酵过程。它的发酵过程是完全天然，没有其他添加物的。那我们其实盐曲分了2阶段发酵，那经过这个反复的繁杂的工序之后，那天然发酵而成的东西，它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那我们借由这个料理的过程，可以把这个物质跟料理融合的话，它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又健康美味的。是，大家不晓得我们在盐曲它有什么样子的魔法之称呢？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就是成为一个万用的调味料。那像现在主厨在使用的这个鱼的部分，经过我们盐曲添加腌制之后，它的肉质会特别的软化。盐曲美食节档期自即日起到8月31日为止，健康美味兼顾的盐曲系列料理，就等着喜爱美食的朋友亲自来品尝。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再带你来看微电影《菩萨的孩子2：蜕变》，目前正在台南七股区拍摄，将延续前作的感人故事，再次展现佛教庙会居士林课后辅导班的温暖与关怀。庙会居士林林长吴文正20年前在七股区成立了国小学童课后义务辅导班，致力于帮助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及清寒等弱势家庭的学童。多年来造福数百位弱势学子，成为社会善行的良好典范。而庙会居士林的伟大事迹，也在2014年被拍成微电影《菩萨的孩子》，感动无数人。当时更被市府教育局列为善行教育的教案，引起社会许多共鸣。如今《菩萨的孩子2：蜕变》也在近期正式开镜拍摄当中。菩萨的孩子那么已经迈入第20年。那么20年以来，我非常感谢社会上的一些贤达人士对我们课辅班的照顾。那么这个片子呢，最主要是表达我们课辅班一些孩子，那么在家庭上的一些困境，在我们课辅班里面能解脱他们的困境，尤其是他们的学业上。我们是扮演的学校的一个辅导的角色，来辅导这些孩子呢，能够在学校没有辅导完的课程，那么能够在我们课辅班里面来完成。主要是把这个片子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大家来共襄盛举，能够把爱心跟关怀孩子，尤其是单亲隔代特殊家庭的孩子，需要我们大家来一起照顾他，让他们有一个希望跟他们的未来。菩萨的孩子2由原制作班底回乡文创总监陈世贤监制，导演江彦良执导，并邀请到知名演员亮哲、安俊鹏、林巧媛、吴金哲、蔡香怡等参与演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剧本跟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是需要被帮助的，他们可能在比较没有资源的地方，或是他们需要外界的人一些帮忙，然后我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开心，也觉得很有意义。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制作，然后也很喜欢，大家这么善心人士，然后帮助身边所需要的人。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开镜，然后一起分享这个菩萨的孩子2，然后也希望把这个善心、这个善举、这个好的影片传出去之后，让发扬。整个社会有更多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有很多人需要被帮助。开拍这天，花东纵谷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庄明豪也特别来到片场担任开镜嘉宾，也希望国人朋友一定要来看这部具有教育意义又精彩的微电影。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菩萨孩子第2集的开镜的仪式那我们地方的各界那包括我们的学术界跟我们地方的相关人士，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的一个推动那我们菩萨孩子，由于第1集推出的时候，也受到各界的一个赞许而且我们第1集所呈现出来的每位的孩子呢，目前现在已经都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精英还有整个社会力量的一个共襄盛举。让我们能够呈现社会一个美所以我们第2集
期待的是一定会比第1集还更精彩哈。制作团队表示，影片以真实感人的情节，试图唤起观众对教育议题的关注，同时也能更了解客服班的意义与价值。庙会居士林林长吴文正也特别感谢剧组用心创作、企业的赞助，希望未来观众能感受影片中传递的温暖与力量，并将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再带您来关心这个高雄市7月15号起将启动21处的路口科技执法，期望改善行人地狱的状况。警方也强调，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科技执法使相关的交通事故件数下降，提升了交通安全。近几年，台湾越来越重视行人路权。高雄市交通大队就宣布，即将在7月15日时正式新增21处科技执法路口，改善交通状况。为了保护行人安全，今年再建置21处不停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将于7月15日开始执法。那车辆进入行人穿越道时，以距离行人3个整木纹为取缔基准。交通大队提醒用路人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规定。那于路口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本项不停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设置的地点选择是针对学校、医院、商圈等行人密集的路口来设置。如果违反本项规定，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高雄市几处路口原本就有设置侦测未礼让行人的科技执法系统，成效也相当良好。统计今年1至5月已经执法的56处科技执法路口，发生全班交通事故有590件，较未设置科技执法设备前发生的802件，那减少了212件，约下降26.4%，显见科技执法设备具有它的成效。然而民众却忧心，科技执法虽然利益良好，但实际执行恐怕会对汽机车族群用路权益有所影响。礼让行人应该是基本的啊，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知道就是如果真的实行起来会不会矫枉过正之类的，对啊，但我觉得可以就看看嘛，如果实行起来的状况怎么样之类的。像如果秒数比较少的话，那我会不会就是等它等到一半的时候又红灯了？那我觉得对于另外一侧的交通好像又会造成另外一个混乱，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行人通过了，那机车其实就可以过，不用等几步什么的。警方表示，在审阅监测系统画面时，都会以人工在仔细监看车辆与行人的相对距离、时间与速度，维护用路人权益。警方也拿出数据强调，装设科技执法过后，相关的交通事故件数下降了6%，强调科技执法有其成效。记者朱敬伟、潘志光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行动网络测试分析机构 OpenSignal 首次公布台湾固网宽频用户的真实数据，反映消费者在不同情境下的体验，设定了5个体验指标。结果6大主要固网宽频业者中，中嘉宽频在下载速度与稳定性夺得冠军。对现代人来说，无论是工作或日常的大小事，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网络。不过这么多的业者，民众该如何选择呢？近期行动网络测试分析机构 OpenSignal 就针对国内6大固网宽频业者进行调查，根据网络品质稳定性、下载速度、最高峰时下载速度、上传速度和影音体验等5个关键指标进行了评估。结果出炉，中嘉宽频在下载速度与稳定性夺冠，并在峰值下载速度与在影音体验类别上与其他业者并列第一。一天24小时，在12个小时吧，一半的时间在网络，对，没有在吃饭或是没有出去的话，在家就是滑手机啊、网络这样。我们家用 WiFi， 所以都会常常用得到，工作上、电视上、生活上都会用得到。这次 OpenSignal 的报告以6大主要固网宽频提供商为主，包括中华电信、中嘉宽频、凯擘、远传、台湾大和台湾宽频，并分析了从2月1日起的90天内的数据。许多用户在意的下载速度由中嘉宽频夺冠，以平均136.4 Mbps 领先第2名多达31%，凯擘以104 Mbps 排第2，中华电信则以94.4 Mbps 位居第3。而在品质一致性方面，同样是中嘉宽频以81.2%领先群雄，并且在峰值下载速度与凯擘并列第1，最快可以来到530.1 Mbps。速度要一定嘛，对不对？不能每次一下好时好时坏这样。
就是速度那些就不要这样卡卡的就好，因为视讯速度嘛也是一个，然后跟画质我觉得也有差，因为其实速度就是会影响到画质的清晰。速度我不希望我速度会被lag或有什么问题，我会延后我们的这些上传下载的动作。在影音体验方面，各家表现相差不多。中嘉宽屏、中华电信、凯擘、台湾宽屏均获得约74分，共同并列第一。报告中，所有主要的固网服务供应商表现不错，这代表用户家里的影音传输载入时间令人满意，几乎没有卡顿。而在如此重视网络的现代，这份报告也提供民众一个专业的参考依据，让大家可以不踩雷，轻松选择到服务好、专业家和物超所值的宽频网络业者。记者朱建伟、周福清高雄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高雄市的凤山火车站大楼空中凤城，预计7月完工。地政局计划要打通草井路，形成车站环状道路，却因为民宅抵触道路用地受阻，造成交通动线不佳，影响居民与旅客的权益。地方要求市府加速改善。高雄的凤山火车站空中凤城有着全国唯一古城车站大楼的称呼。随着高雄铁路地下化，凤山车站也迎来了重新改建，朝着商业车站大楼的形态做转换。而为了解决周边本来就不好停车的问题，除了地下停车场之外，目前还另外规划了总计12个停车场。它如果这样子的比例原则来看，应该会是不够的。因为连附近的住户，其实他们也都一直很希望说，如果到时候有车站，他们也可以有一些住户的优惠方案，或是他们可以先去承租，因为连住户都没有位置停。所以如果真的吸引未来很多客人的话，我会希望说那个车站应该要赶快去完工，去疏通这边的车辆。这样，目前凤山火车站周边既有6场的路外停车场，那已经完成设置，就是小型车可有达到513席的部分，机车有700席的部分。那后续在规划，我们有5场已经在申请跟建制中，有可再提供小型车144席，机车138个的部分。目前有5座停车场已经完成设置，可以停放1000辆的汽机车。另外还有6处停车场还在申请建制中，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再增加300多个的停车空间。而台糖收回旁边的公务所土地之后，又可以增设140辆的轿车停车场，有机会可以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台糖的土地那一块目前是借给公务所来做使用，后续在火车站完成之后，他会来做相关的标租，来做路外公共停车场的使用。如果含台糖，目前我们路外总共可以达到12场的路外停车场，总格位数可达到小型车797格，汽车的部分有达到838席的部分。随着7月车站完工，地下停车场也会全面开放停车，将会有近1000位的停车位。但目前停车场的引导动线好像对未来的旅客不太友善，想要进到停车场需要绕上好一大圈，实在是有些难找，而且不方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的车站后方其实它是有一个停车场的，很多在地的他们都知道有这一个停车场，但是在地的可能知道附近还有其他的比较好停的，或者是他们动线比较方便的，他们会去停其他的地方。但是外地来的话，其实因为指引的动线不够，所以外地的其实都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临近车站最好使用的停车场，所以会希望未来如果开通之后，希望可以赶快再把一些路标的指引再把它加强做好，这样子。高雄空中凤城准备在今年的7月14日完工，预计可以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随之而来的停车交通问题，也将会是未来要持续关注的课题。记者双军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寡拿给修金”这一句台语的故事，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吕祖庙。这里是台南纺织业的发源地，如今上百年的庙体已经受损，文史界是希望市府能够保留历史空间。来到隐藏在府中街巷内的吕祖庙旧址，不难看出这里的庙柱、庙墙还有百年清代木构地砖，见证岁月沧桑。寡拿给现金，我听我长辈说过，但我其实没有那么，就是已经有模糊印象。寡拿给现金就是在家，要含那个稻树，有台湾有一堆。台语有一句俗谚叫“寡拿给现金”，从社会世俗讽刺偷情，再衍生表里不一的意思。但在以前完整的话是“寡拿给现金”，隔壁袂记记体。典故起源就在吕祖庙，
相传是情杀命案，与林头姐、陈守娘誉为清代府城3大奇案。邓来铁哥去传情，这个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版本，在这里是最精彩的部分。可是到最后，到变成了血色腥膻的这个，甚至在发生命案变成奇案哦。吕祖庙也是台南纺织业的开端，现如今这块地早已被民宅切分包围。2020年有个人提报登录文化资产，经文资处勘查讨论后，因建物历经增改建，现存建筑与空间难以辨识原貌。依文化资产保存法不列册追踪。基业传奇所啦，后来叫改名叫台南支部局，台南这支部局的对，拢伫吕祖庙叫隐心书院这个所在，后来完全无法度竞争啊，所以几冬以后就收起来。我家己个人感觉是会当保存落来，但是即摆就是讲我这几户，你要争取要保存的话吼，可能困难度较悬。透过各种文化的方式来评估看卖。文化局强调，若透过历史场域调查及纪念物设置作业要点、制作纪念物说明标示牌以及导览活动等方式，可以让吕祖庙和台南基业传习所原址能够更好的被记忆下来。记者是怀谈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鼓山区古园街与延平街的交叉口，长着一棵大叶懒人树，是日据时期就种下的行道树。由于老树越长越歪，但是经过评定并没有倒塌的风险，所以保存至今。就在路中间有一棵参天大树斜着生长，树冠蔓延过整个街道。位在鼓山区古园街与延平街交叉口的这棵大叶懒人，是当地居民从小看到大的老树。应该是有到7、80栋啊，应该是有安尼啊，应该是有安尼啊。你看樟树啊，看偌久啊，佮大甲你也看迄块树头嘛，足大个啊。我即马75岁，久啊，上届无嘛。那照我记忆的当中，我细汉应该就有啊。即款树啊吼，一般吼人袂伫即个环境吼，袂去在意讲吼，伊安怎发啦，拢自由生长的啦，即个无安怎发啦。我看经过偌济风台来，拢无改变。即摆是这个绿色的嘛，伊到秋天的时阵，伊就慢慢啊长啊，长到冬天的时阵，伊会长红啊，会落叶啊。老树推估树龄已有70-80年，是高雄市农业局列管老树。由于越长越歪斜，居民怕因台风侵袭而倒塌。几年前曾举办过会勘，最后鉴定为安全，得以原地保存。我会倒来啦，怎来是人会惊会倒落啊？即摆人来鉴定了，伊讲这无问题。毋较当无用，无用那109年的农业局，开来用来钉迄块牌啊起来。伊拄树仔迄间个。咧卖迄个说药房，一兰洞迄，伊迄阵也有反映讲无爱用。老树长在路中间，还一半歪斜，不管是开车的、骑摩托车的，都得闪避变换车道，让人质疑是否会引发车祸。居民表示，过去不会因老树而产生车祸，现在哈马星人口逐渐减少，就更不会了。骑车拢嘛难免嘛，有当时啊就乌多摆红乌多摆嘛，有当时啊就加乌多摆。嘿啦，是拢可能拢，嘛毋是为着树啊，迄是大家骑车的速度的关系啦，毋是要去撞树啊。越过双黄线，这哈马星吼，即卖人口较早就无影响啊，即卖哪会影响到？在地文史团体与部分居民都相当珍惜老树，期望树木在地保存，为来来往往的路人继续遮风挡雨。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的八斗子渔港是北台湾外籍渔工最多的渔港，大约有800多人，而大部分都是印尼人。基隆渔会与渔业署为了这一些漂洋来台的渔工，特别举办穆斯林的宰生节活动，包括了道地的烤全羊、各种美食佳肴，全都按照印尼习俗来办理，让外籍渔工一解思乡之情。烤炉上头，整只羊烤得金黄酥脆，还滴出鲜甜的肉汁，香味四溢。这个软骨这里下到松板这里，我们讲的松板，猪是讲松板嘛，松板前面嘛，我们讲五花肉，
养的五花这边很好吃。一边控制火候，还要刷上特制的蜜酱，全靠经验。基隆八斗子渔港是北台湾最大外籍渔工据点，许多印尼籍的渔工信奉伊斯兰教。基隆渔会和渔业署为了慰劳外籍渔工，特别举办了宰牲节活动，非常讲究，全都要按照传统的印尼习俗。Terus diketahui oleh para nelayan kita karena nelayan kita di Taiwan termasuk sangat banyak ya, ada sekitar 9.000 lebih. Jadi kami sangat mendukung dengan acara ini sehingga hak-hak mereka lebih diperhatikan nantinya. 那都是渔港嘛，收管这个半收管的船只哦，都需要依赖印尼劳工哦来帮我们生产所以说这是他们要求说我们来帮他们办那个宰牲节那个农业部渔业署所说北尔跟基隆区渔会北尔基隆市政府。外籍渔工吃到津津有味，满满的都是家乡味。因为宰牲节是伊斯兰教年度的重要节庆，基隆区会推动活动，要帮外籍渔工过节，一解相思之情。那沿岸渔业的部分呢，在很多的渔工缺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都是印尼的渔工朋友呢来协助我们来捕抓，尤其像我们基隆的小卷，这个是很重要的渔产品，也都靠着我们的印尼的渔工们来帮忙我们协助我们。那所以呢，我们跟基隆渔会呢有考虑到这个我们渔工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开斋月之后呢，有一个这个宰牲节，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合作，我们多元了解他们的一个宗教文化的活动之后呢，或许我们来办理这个活动，来更贴切我们这些渔民朋友。很高兴这次宰牲节哦，我们之前的沟通筹备的时候，他们有提到烤全羊，但烤全羊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哦，我们也蛮陌生的，但是他们既然建议的入境随俗，随我们的俗，我们有我们的东西，但他们的建议我们也接受，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高雄南部请来一个烤全羊的这个活动，让它更活泼更让他们接近他们当地的饮用吃的那个习惯，也比较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今年是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哦，然后也是非常对伊斯兰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渔港大概有700到750名的这个外籍的渔工哦，那分别都来自越南或者是印尼，那以印尼为最大宗数哦。那今天特别跟基隆区渔会，然后来合办这个活动。那其实这些渔工都非常的辛苦，那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没办法回家。那所以我们特别来办这样的活动，来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台湾渔业这几年来都靠外籍渔工来弥补人力，在基隆的外籍渔工就高达800多人，大都是印尼渔工。基隆区渔会希望透过活动，让外籍渔工在台湾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家乡味。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2024三峡橄榄节7月6号正式举行开幕仪式，新北市长侯友宜亲临开幕会场，与市民朋友一起迎接永续蓝海主题橄榄节，热闹非凡。3、2、1，请启动！永续蓝海2024三峡橄榄节正式开始。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2024三峡橄榄节活动，今年的主题永续蓝海，透过天然的橄榄记忆带来的视觉效果，传递海洋环保以及永续发展的理念。当天开幕活动也结合地方学校与社团，让来宾们可以感受三峡在地的人文风情。表演者也穿上用橄榄制作的服饰，华丽炫目的样式在舞台上特别吸睛。一个永续环境，所以用环保的材质来做染染。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让这位孩子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永续的观念。所以今年就是永续蓝鲸，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是用海洋生物的永续，才关于海洋生物，咱要保护它，从富裕，从整个海洋的生态上如何照顾的无微不至，变成我们蓝蓝今年的永续蓝鲸的主题。所以很棒，所以每一年谢谢大家不断的创意发想，就是让大家知道，蓝染是一生一世，永远会世代流传，最让三峡骄傲的蓝染。
侯友宜表示，三峡蓝染是新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市府接待外宾时，经常会以三峡蓝染出品的服饰赠送给国际友人。蓝染艺术所代表了在地的信心与荣耀，市府会持续传承这项宝贵的文化资产，更要将其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看到三峡蓝染之美。我每一次碰到国际外宾送礼物，我第一个想的时候是要送三峡蓝染的这个染出来的丝巾，的这个布巾也好，帽子也好，甚至很多的衣类。所以很多的这些都靠着跟国际外宾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每个拿到我的礼物都很压抑。这是什么样这么漂亮的艺术品？那是几个艺术品？我会直接给他解释，有没有机会到我们三峡蓝染来做做手工，做做自己亲做的蓝染丝巾，围巾。本次的传统蓝染技艺用崭新的面貌，传递守护海洋生态的新时代思潮，让地方活动可以接轨国际潮流，使得蓝染技艺不仅是用来装饰日常用品的技法，更承载百年地方人文历史与描绘未来美好愿景的重要视觉媒介。今年的蓝染节活动在7月13号还会有蓝染音乐会、文创市集及特展创作讲座，7月20号则压轴举办蓝染绘本分享会及街头艺人文创市集，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到场同乐。记者根据新北采访报道。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台南市教育局以比赛为例，提醒学生和家长，一旦出现有丰厚奖金，或者是主办单位来历不明，要你加入 LINE 的账号并填写个资时，都要提高警觉，千万别上当。迎接暑假，家长也积极帮孩子准备各种活动。以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为例，每一年都会免费举办小小主播营。活动有别于学校的教学，提供多元新闻媒体课程和寓教于乐的体验，进一步让孩子增进媒体素养，分辨假消息。但如果家长是在社群媒体看到儿童填设比赛广告，声称活动有丰厚奖金和报名的优惠，要民众加入 LINE 并填写个资来报名，经事实查核单位调查，发现很多都是假粉专真诈骗，当心一不小心就会有财损。民间业者常常会在网络上用比赛的方式来吸引孩子或家长填写报名的资讯，产生不少诈骗的案例。在这边教育局呼吁，如果有看到网络上有不明的这个报名的资讯，要特别留意，尤其是第一个，如果有高额的奖金，要特别提高警戒心，避免说因为高额的奖金而诱惑去填写不当或是不明的资讯。第二个部分，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主办单位不太清楚的，要特别去留意，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粉丝专页有没有相关的留言，甚至是不是新成立的。第三个部分，我们现在的网站常常已经有这个认证的蓝勾勾，如果你发现这个网站不太清楚的话，要特别提高警觉。确实，避免诈骗已经是全民运动。在台南长期致力于幼儿教育的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设计各种幼儿音乐和亲子共学课程，也导入募集现场和焦点人物。要从小孩的口语训练开始，让他们清楚表达，说出好感度，并在活动当中融入防诈骗观念，成为孩子的第一堂媒体课。艺术中心呢，也在暑假呢特别规划了许多亲子音乐活动、艺术活动、黏土活动、绘画活动，对，相当多很精彩，然后很精致的活动。那特别，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主播口语训练营。那希望呢，这样的营队呢，可以在台南市更了解，让孩子能够更了解台南地方，然后台南的美好、台南的韧性、台南人做事的顶真，还有一些建筑物好美好的地方。但是希望也在这个课程内容，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也灌输孩子诈骗这样子的事情会在生活中层出不穷，所以希望能够特别的注意。对，那也会对小主播们希望小主播能够去宣导这样子的事情。打击假消息，提升媒体识读，已经是全民的教育，一起让谣言止于智者。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一氧化碳终结者 NACO 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A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